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大家返嚟 Angel 睇樓團啊！今日我會帶大家嚟睇一間位於 Major Mackenzie 嘅 Bathurst 附近，由名建築商 Countrywide 打造興建嘅傳統兩層獨立屋，21號 Mower Avenue。呢間屋係屬於 Vaughan 入邊嘅 Patterson 社區，相信大家淨係睇到個 map 咧，都見到 Patterson 呢個社區嘅綠化範圍幾乎佔咗呢個社區嘅一半面積。附近有幾多個 park、幾多條 trail， 我就唔逐個同大家介紹啦。令我眼前一亮嘅係，唔使10分鐘嘅車程範圍內，已經可以到達兩大 golf club。除此之外，附近嘅學校排名咧，亦都係相當之表現優異㗎，滿足到大人嘅娛樂，同時又顧及到小朋友嘅教育需求。對於追求生活質素同埋環境舒適度嘅人嚟講咧，Patterson 呢個社區無疑係一個非常值得考慮嘅選擇。呢間屋前闊有50尺，深106尺，坐南向北 ，driveway 冇 sidewalk， 連埋個3車房咧，一共可以泊到7部車。你冇聽錯啊！呢個車房的確係可以 fit 到3部車㗎。就算唔係愛嚟泊車，都可以愛嚟擠雪胎、單車或者係其他雜物等等。通過豪華嘅雙開門入到嚟室內嘅左手邊咧，設有一個超光猛、超闊落嘅弧形書房。再行入啲咧，就係個 living 同埋 dining room 啦。喺我哋嘅右手邊有一條超豪華嘅旋轉樓梯，係通往2樓嘅。另外嗰道門咧就係通往 basement 嘅。順帶一提，呢間屋係有2條樓梯可以通往 basement 嘅。呢個設計通常係響大屋先有㗎，同時亦都方便買家第時裝修個 basement 嘅時候咧，可以分隔開有唔同嘅 theme。通過個 laundry 同個 mud room 咧，依家嚟到我覺得最正嘅 family room 啦，有成19尺樓底，啲窗又多又大，仲要係向南邊添。我覺得我真係可以喺度 hea 成日都冇問題啊！嚟到廚房，值得一提嘅係業主採用咗楓木櫥櫃，優點係耐用啦，唔易變形啦，同埋無論係摸上去或者係望上去咧，都更加之有質感嘅。至於電器方面咧，業主配備咗嘅係全套高級德國品牌 Miele 嘅 built-in 電器，無論係設計定係功能，都彰顯出生活品味啊！呢間屋嘅室內面積大約有4052尺，一樓10尺樓底，2樓同 basement 均為9尺樓底。通過豪華旋轉樓梯，我哋嚟到2樓。2樓一共有4間套房，間房都配有浴缸，而且全部都設有 walk-in closet。全屋實木地板 ，smooth ceiling， 吊燈 pot light， 屋內大量 upgrade， 盡顯豪華大方。講到呢度又差唔多啦，以下我會列出有用嘅細節資料。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感興趣咧，歡迎通過 WhatsApp、WeChat 或者 email 聯繫我。我係安省全職地產經紀 Angel Yu， 擅長買賣租現樓及新樓花物業託管，為你提供最貼心嘅服務。我哋下一期再見，拜拜。